你有何话要说？草民要举报潜伏在皇上身边的奸细。好，若你能戴罪立功，朕饶你不死。这2个奸细，一个是深受皇上宠爱的笔墨诗书李义欢，另一个则是他的哥哥李建清、李太医，他们都来自明珠谷，而这个明珠谷乃是前明余孽联盟的基地之一。那你又有何证据说明他兄妹2人来自明珠谷？当然有证据。鳌拜鳌大人说过，他在明珠谷埋伏有眼线，而这个眼线已经回报说过，这个李氏兄妹就是明珠谷的人。你怎么知道鳌拜说过此话？草民和皇后宫中的几个嬷嬷、宫女们关系甚好，是听他们私下里说的。不对啊，六师傅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？原来这就是你的证据。那究竟是谁指使你行刺朕的？无人指使。草民只是痛恨吴三桂引狼入室，所以才想刺杀皇上。行刑取消，将他押回天牢。你俩把他带下去。鳌拜那些挑拨离间的话，是你告诉皇后的吧？原来李氏兄妹是奸细的谣言就是这么传出来的，还真是3人成狮虎，连朕都险些当真了。皇上恕罪，奴才只是在和皇后聊家常的时候，不小心说漏了几句，没想到皇后身边的人竟然把这些话都给传出去了。索土，朕知道你是皇后的亲叔叔，你要维护皇后乃人之常情，但朕也是人，朕也有七情六欲，朕身边需要这么一个知心斗趣的人。易欢是汉女，自由定了亲，她早晚都要出宫嫁人的，她也威胁不到皇后的地位，你明白吗？皇上，奴才真的是冤枉。奴才这些所为，并非是为了维护皇后啊。奴才所做的一切，都是因为担心皇上和大清的安危啊。不过奴才现在知道错了，是奴才多虑了。奴才以后再也不会如此了，请皇上恕罪。行了，起来吧。奴才斗胆问一句，皇上为何还觉得心里这么不踏实？首先，他们兄妹2人来历不明，朕曾多次试探，他们兄妹2人都不肯交代。朕想知道的是，你和你哥哥究竟是何方人士？你们的出身，还有你的那些师傅们，为什么会教给你们这么多的学识技艺？老小弟啊，你不知道，我们这些跑江湖的呢，有江湖的规矩，尤其是我那些师傅们，都是些不愿做官的隐士。师门有师门的规矩，我不能透露。我要讲信义，但同时我又不想骗你。如果你相信我们兄妹，那我们就留在宫里，为你效力；但如果你不相信我们兄妹的话，那我们就离开紫禁城。虽然朕一直安慰易欢，说朕相信他们兄妹2人，但是朕心里一直有一些放心不下。后来去了山西微服私访，他们兄妹2人一身正气，一心救护朕，朕这才打消了疑虑。可是，此次雪衣居士又提到鳌拜所言，说他们兄妹2人是朱明联盟的奸细，这让朕想起了他们兄妹2人的一个疑点。哦，皇上说的疑点是什么？朕总觉得他们兄妹2人不像是兄妹关系。不像是兄妹关系。皇上，您的意思是？每当朕与易欢在一起有亲昵之举时，这李太医看朕的眼神都有些奇怪。有些奇怪？怎么样的奇怪？那种感觉很微妙，朕说不上来，但绝对不是一个哥哥的反应，倒像易欢是他的恋人，他在吃醋。当时他很是气急败坏，似乎还想对朕出手，连剑都拔出来了。虽然后来易欢解释说，那是因为他的未婚夫和他哥哥是好朋友，他的哥哥又重视门风，担心他做出有违妇道之事。可朕还是觉得很奇怪。
会不会这李太医就是世淑姑娘的未婚夫呢？其实，自从上次逍遥阁之事之后，朕的心中也隐隐有此怀疑，只是不敢深想罢了。可若是他们兄妹二人真的不是兄妹关系，他们二人是恋人关系，却以兄妹的关系潜藏在朕的身边，那鳌拜所言就并非挑拨离间。他们二人居心叵测。皇上，要不要奴才去查一查他们的来历？此事朕就交给你了，千万不能走漏半点风声，明白吗？这，奴才就先从他们的口音查起。查口音没用，这兄妹二人会口技，南北各地的方言都会。倒是易欢平时透露出的点滴信息值得查询，比如易欢在10岁那年，他的家乡曾遭遇大旱，多有乡民饿死，而他哥哥为了劫富济贫，还甚至打劫官银。你把这些年出过官银被劫和地方官遇刺的府县全部都查出来，再看一看哪一个府县在易欢10岁那年遭遇过大旱。皇上真是圣明。不管你查出来的结果是什么，一切都不许轻举妄动，更不许惊动他们兄妹二人，一切都要等朕来裁夺。奴才明白。皇上，各地府县如果发生了重大的盗窃案，出于种种原因，他们会有些隐秘不报，所以朝廷掌握的信息并不全面，还请皇上多些耐心，多给奴才一点时间。皇上，看来你今天心情很好啊，让皇后组织各嫔妃还有格格出来游玩，我能不能跟他们一块儿去玩？那不行，你得待在朕的身边。为什么呀？奴婢只不过是个笔墨侍书，现在又不是在御书房里办公，为什么我就不能出去玩啊？待会儿有好戏瞧的，你先稍安勿躁。这个亭子里的帘子啊，全都是里边看得到外面，外边看不到里边的。哎，好戏来了！哈，真的有好戏看啊！猪哥哥。这是谁啊？长得这么俊，这人我也没见过，不是皇宫的人。不过能进御花园的人，定是皇上赏识的人。快来快来，看他背着药箱，肯定是太医呀。太医不都是些7老8十的老头子吗？什么时候来了个这么年轻的？他飞到那边去了。好。太医，他说他身子不舒服，你快给他看看嘛。你胡说什么呢？猪哥哥，皇上，你让我大哥来这儿干什么呀？给他相亲啊。相亲？对啊，相亲。你哥哥人这么好，朕要那么赏识他，但是他身边连一个暖床的人都没有，所以啊，朕就将这宫中的格格、郡主们全都请了过来，想给他当一回月下老人。皇上，那您这不是乱点鸳鸯谱了吗？怎么？难道你哥哥跟你一样，也是从小就定了亲？朕怎么没有听他提起过呀？那倒没有，奴婢最有家贫，哪有钱给我哥哥定亲啊？那就好。你哥哥乃是罕见的文武全才，前途无量啊，又长得那么一表人才，你看看那些格格们，个个都在偷偷瞧他，看来对他很是动心呢。而且这李爱卿看到这么多美女娇娃，不也是如痴如醉的吗？皇上，您可是皇上啊，放着朝廷大事不管，现在怎么反而当起媒人了呀？朕总不能天天只忙着国家大事吧，也得找一些有趣的事情来做一做呀。再说了，朕也得关心一下自己身边的能臣嘛。朕给你找了一个大嫂，让你哥哥当了额驸，那咱们俩可就是亲戚关系，那关系岂不是更近了一步？哦。
这李爱卿还真是有眼光啊！这个秦格格乃是正白旗第一大美女。朱哥哥这是怎么了？他平时不是这样的急色之人。微臣参见皇上。严离，谢皇上。李爱卿，朕让你看的佳人都看了吗？回皇上，都已经看完了。那你觉得美吗？公主格格们个个都貌美如花。那朕让你选的人选出来没有？微臣看得匆忙，一时还未能选出来。好，那你再回去考虑考虑，明天你再给朕答复。请皇上放心，微臣定不负皇上的信任。退下。微臣告退。怎么？不高兴我给你哥哥做月老啊？当然没有了，奴婢只是在想，哥哥哪儿来的艳福啊？居然可以在皇宫里给我找嫂子，奴婢要多谢皇上隆恩啦。欢妹，你笑什么？什么事啊，那么好笑？今天龙小弟让你去相亲，你还真去了？哎，看了那么多公主格格的，是不是心花怒放啊？你开什么玩笑？我什么时候去相亲了？怎么样？怎么样？那么多公主格格的，看上哪家的金枝玉叶啦？康熙跟你说的。今年康熙宣我去御花园，说有一个王妃，不知道自己得了一种传染病，现在一病不起。他担心跟他接触过的公主格格们也被传染，所以让我进行观察，一旦发现马上隔离。但我找了许久，都没有发现什么。那为什么康熙要骗我，说你是去相亲啊？糟了，叔父提醒过我，康熙对你我仍有疑心，甚至怀疑你我的关系。但我没有想到，他居然会以这样一种方式来试探你我。你有没有露出什么破绽？我应该没有。还好我中途的时候看了一眼叔父的眼神，他给我递了个眼色，我当时就在想，这是不是康熙在试探我？所以我就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。我觉得他没有看出什么破绽吧。都怪我，估计以前我看到你跟康熙亲热，没有控制好自己的情绪，估计被他瞧出了破绽。以后我们要加倍小心。现在铜匣已经找到了，内奸也铲除了，我特别想带你离开。不过义父说了，我们还要继续留在康熙身边，刺探军情，协助吴三桂起兵。但是说好了，这次可是你让我跟康熙假意亲近的，到时候你别再说我了。你自己说的，你对康熙已经死心了，我能不相信你吗？你们看，这只并蒂莲开得多美啊！是啊，皇上，花开并蒂，寓意着阴阳和谐，这是吉祥之兆。李太医啊，咱们大清的姑娘，个个性格外向开朗，不那般拘谨。昨日啊，在御花园一见之后，这齐格格、秦格格还有兰公主，都觉得你一表人才，对朕那是争相表露心迹。李太医，你说你看上了哪一个？只要你看上了，朕都将她指配给你。多谢皇上，只是臣乃庶民，又出身卑微，实在是配不上皇家的金枝玉叶。李太医这话说的言不由衷了吧？还是你觉得我们皇家的公主格格都配不上你李太医啊？
皇上误会了，不是臣的眼光高，而是臣从小便定下了婚约。是吗？叶欢，你昨日跟朕说，你自幼家贫，哥哥没有定下婚约，现在你哥哥又说他有婚约在身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皇上，臣和奕欢说的都是实情，只是奕欢顾及臣的颜面，没有将事情完全说出来。那你现在到底有没有婚约在身呢？臣自小确实定了婚约，臣和臣的未婚妻可以说是青梅竹马，两小无猜。只是后来臣醉心于医术，离乡求学，于是事情便发生了变故。什么变故？恕臣脸薄，羞于直言。莫不是你的未婚妻悔婚了？正是。虽然臣的未婚妻跟臣并没有明言，但是臣知道，她的心里已经有了别的人，所以臣才会伤心之下远走京城。李太医啊，你乃是人中豪杰，你的未婚妻居然会变心，真是有眼无珠。难道这个插足之人比爱卿还要优秀？那人确实很优秀，所以臣才会如此绝望。既然如此，那你还想着他做什么？沉舟侧畔千帆过，病树前头万木春。朕再给你指一门婚事就好了。曾经沧海难为水，除却巫山不是雨。虽然臣的未婚妻已经变了心，但是她在家里却并没有毁约。而那个趁虚而入的男子家里早已是妻妾成群，所以臣还在等臣的未婚妻回心转意。没想到李太医还是个用情至深之人。皇上，奕欢以为臣已经将未婚妻忘却，所以才会说臣未有婚约，但他有所不知，臣已将未婚妻刻在心里，今生非她不娶。奕欢，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朕，害得朕还替你哥哥的婚事担心？奴婢刚开始跟皇上想的一样嘛，奴婢想，既然那个女子已经变了心，那哥哥就应该另觅良缘，但没有想到，大哥的心里这么执着。360病，心病最难治。李太医啊，纵然你这医术精湛，但你自己得了心病，你也是莫之奈何呀。